上年馬季結束之後呢，我同大家分享過一本有趣嘅賽馬資訊嘅書，而今次我就想介紹另外一本《The Horse Got Built》。佢特別嘅地方呢，係佢從一個小人物嘅角度同埋故事作為切入點，去睇人同馬之間充滿人性嘅交流，去睇馬夫嘅工作，佢所擔當嘅角色。當中咧有好一啲係傷感嘅片段，但係佢亦都同時咧向大眾提出咗一啲重要嘅問題，我哋最後會講下嘅。而呢個故事咧，仲會帶我哋側面去睇美國馬圈同埋屬於嗰個年代嘅點點滴滴。喺片尾咧，我仲會分享下喺過去幾個馬季啦，我收集得出嘅一個數據嘅總結，發現咗啲乜嘢嘢，同埋嚟緊新馬季我會專注邊啲馬房，同埋基於咩原因嘅。先講下呢本書，佢嘅作者咧叫做 Lawrence Gannon， 係一名記者嚟嘅，佢已經寫過好多本咧研究馬匹嘅書籍，其中咧有一本同人哋合著嘅咧，仲係研究點樣用溫和嘅方法去馴馬，都係 Amazon 嘅暢銷書嚟嘅。而呢本書所指嘅嗰匹馬咧，其實就係 The Secretariat， 官方嘅譯名叫佢做秘書處。雖然我唔係好認同呢個譯名，因為畢竟咧呢個係一匹馬，唔係死物，所以我認為譯做秘書長、部長又或者書記咧，應該係比秘書處恰當嘅。咁但係呢個咧係官方一直用嘅譯名嚟嘅。其實和路迪士尼咧好多年之前咧就投資拍過一部電影叫做《馬場奇蹟》，講嘅咧就係呢一匹馬啦。只不過電影嘅角度同切入點咧唔同，佢講嘅咧係個馬主嘅故事，而呢本書真正嘅主角咧，佢嘅原名係 Everett Sweat， 大家都叫佢做 Eddie， 係一個1939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城鎮叫做 Holly Hill 呢個地方一個田農嘅家庭。所謂田農咧，即係佢冇自己嘅耕地嘅，佢係租田耕種為生嘅。佢嘅身高咧就係168，咁所以咧佢都有個花名叫做 Shorty 矮仔。佢好細個咧就好中意動物噶啦，尤其係啲馬匹。18歲開始咧，佢就喺當地一個養馬場嗰度擔任馬夫，服務過咧前後2代老闆，負責照顧出賽嘅馬匹。除咗有一份講明話係微薄嘅底薪之外咧，另外就係有馬匹出賽獎金嘅1% 作為獎勵嘅。而當時嘅練馬師咧，一般咧就會獲得個馬主贏取獎金嘅10%為獎勵。嗱，以目前香港賽馬會嘅賽事規則嗰度睇到啦，練馬師咧係會獲得獎金嘅9.2%，而獎金嘅10.8%咧就會歸馬房助練啦，同埋其他嘅員工分嘅。我哋睇賽馬當然會留意贏到冠軍嗰匹馬啦，都會知道馬主、練馬師、騎師。但係好少咧話會留意嗰個照顧嗰匹馬嘅幕後無名英雄嘅。但係佢哋嘅付出咧係持續嘅，而且係默默咁喺背後日復一日咁做最實在嘅事。可以話冇佢哋不辭勞苦嘅工作，包括清潔、清理馬房馬甲，幫啲馬鋪好啲草，照顧佢哋起居飲食，甚至乎陪伴佢哋。好似呢本書嘅主角 Eddie 咁樣啦，佢會喺賽後咧幫匹馬按摩嘅，亦都會特別喺出賽嘅前一晚陪埋匹馬咧一齊瞓。馬匹同人都一樣嘅，都會有情緒，心情會有高低起伏，會有脾氣。尤其係心智仲未成熟嘅馬啦，要保持佢哋嗰個狀態同身心健康咧，先至有可能去爭勝噶嘛。咁所以啲馬夫咧係好重要嘅，但係人往往就係咁樣，未必會好懂得去珍惜或者重視一啲睇起嚟平凡或者持續穩定嘅付出。日子耐咗咧，多多少少都會當佢係理所當然噶嘛，未必會主動要啲鎂光燈投向佢哋。咁作為馬王喺香港，你 Google 一下咧，都可以揾到浪漫勇士幕後英雄嘅一啲名啦。咁但係家應高升咧，我就暫時揾唔到，更加唔好講話其他馬匹啦。講翻本書嘅主角 Eddie， 佢18歲入行之前咧，其實係諗過要做拳擊手嘅，只不過佢細細個咧就真係對動物，特別係馬匹好着迷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逃學去到
附近嘅一個馬場啦，咁就識咗嗰個馬場嘅老闆，亦都係咁樣咧，就有咗後嚟嘅故事啦。19歲左右咧，佢就已經係照顧過一兩匹已經係出賽贏到獎金嘅馬噶啦。咁但係佢嘅事業真正嘅一個轉捩點咧，就係72到73年，佢負責嘅兩匹馬咧，先後都喺肯德基打比賽嗰度贏到冠軍。咁嗰匹同佢最有緣分、最有深度連結嘅馬咧，就係秘書處啦。佢係一匹史上享負盛名，甚至有可能咧係唯一登上過《時代週刊》同埋《新聞週刊》封面嘅動物。1972年，僅僅2歲咧，佢已經獲選為美國嘅年度馬王。到1973年，佢已經喺美國3大賽事獲得冠軍，成為咗3冠王。呢匹馬嘅參賽生涯咧，一共幫佢贏咗136萬幾美金嘅獎金。如果你計通脹嘅話，我諗應該係相等於而家千幾萬美金左右啦。咁匹馬咧，對於 Shorty 即係矮仔咧，都係情有獨鍾嘅，因為一開始咧已經表現出對佢有一個莫名嘅信任同埋依賴。咁但係贏完3冠賽事之後，73年年尾咧，呢匹馬就退役啦。原因咧就係馬主再一次出現咗財困，咁佢被逼咧就要出售咗佢嘅權益啦，同埋履行一份配種協議。退役之後嘅秘書處咧，咁多年以嚟咧就配種成功誕下一共有660幾匹馬咁多嘅喎，而其中超過51% 嘅馬咧都喺賽事之中獲獎嘅。咁但係好可惜啦，秘書處晚年咧患上咗馬匹最驚嘅病之一蹄葉炎，而且咧無法治癒，咁最後仲蔓延到4隻腳，所以咧19歲嘅時候咧就被逼要人道毀滅。匹馬離世咧 Eddie 嘅屋企人話對 Eddie 嘅打擊咧係好大嘅。我哋亦都可以由呢本書裡面大量提到 Eddie 點樣同秘書處相處啦。好似當佢仔咁樣，叫秘書處做 baby 嘅。一提到佢咧，又或者其他嘅馬匹咧，Eddie 雙眼就好自然咁充滿咗力量，充滿咗陽光。咁從呢啲細節咧，你都可以略知一二，亦都可以想像到佢當時嗰個傷心嘅程度，情緒低落咗好長嘅時間。佢係好難接受佢嘅 baby 去世呢個事實嘅。咁不過秘書處咧係少有被安排全屍落葬嘅馬匹嚟嘅，因為一般嚟講咧，原來馬匹嘅安葬咧就只係會放頭、四蹄同埋心臟嘅啫。有個題外話啦，原來純種馬嘅心臟咧係比較大嘅，呢個係獸醫進行多個解剖之後嘅一個發現。佢哋估計秘書處嘅心臟咧應該有22磅左右，一般嘅馬匹咧大約會係8至9磅啦。亦都因此咧，佢哋推測呢個唔知係咪佢嗰個先天優勢嚟嘅，因為個心臟咁大，即係話佢提供一個極高嘅氧氣量，輸出嘅血液量咧，亦都會比其他嘅馬匹大。咁呢個係咪就係佢可以大勝31個馬位嘅優勢咧？咁呢個就佢哋會繼續研究啦。咁但係佢當年大勝31個馬位呢一個紀錄咧，據講到依家都未曾俾其他馬打破嘅。咁但係要有一個大前提啊，如果呢個分析係成立嘅話咧，個大前提要係呢匹馬唔係因為年老或者係患上心臟瓣膜有關嘅疾病，例如個閉鎖不全，因為閉鎖不全會令到啲血液咧倒流。就會導致心房或者心室因為負荷過重啦，被逼撐大。咁但係按照秘書處嘅解剖報告顯示咧，佢嘅心臟咧係非常完整同健全嘅。一直對馬匹付出好多嘅心血嘅 Eddie 喺佢人生最後嘅日子咧，係因為癌症、心臟病與世長辭。咁但係好諷刺嘅咧係，雖然 Eddie 一生照顧過最少6匹出賽又贏到豐厚獎金嘅馬啦，仲有一匹3冠王秘書處啦，但佢嘅生活咧依然係拮據嘅，屋企人甚至冇辦法負擔佢嘅喪葬費，最終咧要由慈善機構介入協助。Eddie 嘅屋企人接受呢本書嘅作者訪問嘅時候，亦都提到啦，佢話無論係Eddie 照顧過馬匹嘅馬主，或者一直以嚟僱用佢嗰個馬場嘅老闆、練馬師，甚至乎合作過嘅騎師，冇一個人咧出席佢嘅葬禮。
佢哋曾經抱住希望會有代表嚟致辭啦，又或者起碼有一兩位騎師會嚟同大家分享一啲佢哋所知道 Eddie 生前有趣又或者難忘嘅故事。咁但係即係佢哋覺得咁樣會比較圓滿啦。咁但係可惜呢個願望咧係落空，成為咗一個好大嘅遺憾。咁但係你睇翻呢本書嘅作者，佢訪問所有Eddie 生前合作過嘅人咧，其實個個無論由老闆到同事對佢都係即係好正面、好稱讚佢，話佢係一個好勤力、好盡責嘅人。咁只能夠講明，可能係當時嘅時代啊，又或者佢嘅同佢嘅人種唔知係咪有關係啦？呢個就無從稽考啦，大家自己諗啦。但係作為一名馬夫嘅待遇，佢所獲得關注嘅程度同埋保障咧，喺嗰個年代似乎就冇同佢哋嘅付出掛鈎，而佢哋嘅壓力或者辛酸咧，又唔係人人可以理解嘅。因為你諗下一匹馬嗰個身價，少講就100幾廿萬啦，係咪？如果一啲純種馬好矜貴嘅馬，佢可能係1、2千萬啦。如果按港元嚟到計，咁照顧佢哋嘅馬夫，除咗可能經常嘅睡眠不足，或者係可能日夜輪更會日夜顛倒之外咧，對住一匹價值不菲嘅馬匹，其實馬匹身價本身就係個壓力嘅來源咯。而且好似 Eddie 咁長年喺馬房工作咧，其實都忽略屋企人嘅。咁所以你可以從佢屋企人接受採訪嘅時候講嘅説話嚟到睇得出，佢哋話想知道 Eddie 嘅狀況，即係想知道自己嘅丈夫啊、自己嘅父親嘅狀況咧，往往咧要睇電視直播。呢本書嘅作者想話俾我哋聽咧，係潤物無聲。無論係睇賽馬，喺人生路上，往往我哋都容易忽略一啲最細微、最唔起眼，又或者覺得最理所當然嘅人事物。但係往往呢啲咧，先至係關鍵所在。仲有就係一匹馬或者係馬王，除咗為馬主同埋相關人士帶嚟榮耀、帶嚟獎金，喺光環退去之後，佢嘅命運係唔係就只有物盡其用呢？好似蹄葉炎，最主要嘅病因咧係同飲食有關嘅。咁現代嘅動物，無論係貓、狗、馬，為咗配合現代人嗰個生活，大量咁採用一啲精製嘅飼料。咁你留意一下啦，近呢20年，貓狗馬匹各種奇怪嘅病係咪多咗、複雜咗？我哋喺衡量乜嘢至係真正有價值嘅時候咧，往往都會被大眾嘅諗法或者世俗嘅定義去牽住走。睇完呢本書，除咗俾人馬嘅故事所感動之餘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重新審視一下乜嘢對你嚟講咧先係重要嘅、有價值、有意義嘅，而唔係只係跟隨自我啦、自尊同埋世俗定義去考量一啲事物。仲有就係一個對你有好處嘅人，或者係一匹馬，去到唔再有任何價值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企喺佢最大嘅利益嚟到做決定呢？呢啲我認為都值得大家，尤其係負責任嘅馬主、熱愛動物嘅人，當然亦都包括主導賽馬、希望賽馬事業可以有更深遠發展嘅賽馬會去深思。仲有就係廣大持份者啦、大眾啦，多啲討論，加速完善佢。跟住咧就要講到賽馬，過去幾個馬季咧喺我收集整理嘅數據資料當中咧，我發覺有某啲嘅賽道其實特別多爆冷嘅。咁一陣間我會講，大家今季不妨留意一下。另外，我前2季睇到廖康永如果25、26馬季唔能夠成功奪得冠軍練馬師呢個頭銜咧，佢就會跌入瓶頸，因為個運勢唔相就。咁大家留意下，睇下係唔係啦。咁今季馬季咧，我就選咗練馬師前5名嘅，我會集中留意佢哋，然後搭配一啲突擊嘅冷腳，希望呢個策略嘅成績可以更加好。先講前5名啦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分別咧就係姚本輝、文家良、方家柏、毛偉傑、金敏詩。大賽咧我就會睇告東尼嘅。我揀姚本輝、文家良咧，因為佢哋都年屆70啦，佢哋有續牌嘅條件啦，要有幾多季保持住相當嘅頭馬排名啦。我唔放告東尼咧，係因為我覺得佢未必好勁搏咁樣嘅，而且佢應該係策略性咁執行，咁所以我覺得佢會喺大獎嗰度
就會落力啦，但係喺頭馬數量未必會好薄。無偉傑咧就係一個好薄嘅馬房嚟嘅，而且好多時佢都會出擊一啲冷馬嘅，比較有分頭嘅，所以我都好中意佢呢個馬房嘅馬。方嘉柏就係有戰略嘅練馬師，亦都係我最中意嘅練馬師，所以佢入選咧就必然啦。至於金敏師咧，我覺得首季開倉一定會係比較冷啦。亦都一定會全力以赴去表現，希望爭取多啲馬主支持啦。咁所以我將佢擺埋入嚟。剛過嘅呢一季咧，就班德禮配希斯一啲大幅減磅嘅馬咧，都有冷腳有好分頭。咁來季咧，我就會關注徐雨石嘅兵力啦，留意下有冇冷腳嘅機會。三個最多爆冷嘅賽道咧，分別咧就係谷草 B 欄、田草 C+3欄同埋田草 B+2欄。希望新嘅馬季大家可以多啲用逆向思維，多啲揾到突擊部隊馬。祝各位體魄強健，思路敏捷，記得留意每次述數看賽馬最後分享呢一啲智慧之語，希望有助大家嘅思維。有時呢，我仲會分享一啲小發現嘅。拜拜。